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你人搁在到對來邊能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呢，我是咪個人？這個禮拜呢，我要放嘅節目咧是有幾粒無相啦，甲平常時做嘅淡薄無相。其實那是我先，那是到啲邊能嚟講呢，我就是大禮拜本愛做安尼款嘅節目啦，出去外邊辦山去甲攏拍殼，甲攏講話你看。特別這個禮拜呢，我頂季節到對去邊能嘅時，我都有機會甲我嘅 AM 阿龍甲微微娃娃咧，兩人就做一個去七條路嘅辦山。我諗就要去吹這七條路辦山去食燒肉，你知無？所以我諗就去這個禮拜攏要聽到錄音嘅，就是我諗到啲車內面錄嘅開始，到啲車位度錄甲起甲吹到一辦山嘅，所以我要放互人來聽。特別呢，後面物件數特別呢，這個禮拜呢，我是希望我會使用 headphone， 導我嘅 headphones 到啲我嘅耳仔內面聽。你買本下攏會聽得到，但是攏導 headphone 在聽咧，你就會聽到較 stereo。我當然放 stereo，就是講你感覺到你心成個親身到啲辦曬嚟教我人做一呢。但是你要有下一種嘅經驗咧，就聽你導我嘅 headphone 接去耳仔內面嚟聽。所以當今日去嘅準備嘅你 headphone 咋 ，headphone 導了好時放接耳仔內面聽咧，你就聽到我到啲車位，或是那是攏到啲。多朋友講話，你哋聽到啲聲到啲多朋，我到啲正朋就聽到聲到啲正朋。或是你去萬山裏啊，多朋正朋，睇邊仔來嘅車巴士過多朋嘅係正朋，你們聽得到。但是你有興趣要聽呢款嘅聲呢，你就請 headphones。但是無來講，你們照常會聽到人講嘅夾咩夾小夾皮，咁樣冇聽到，特別是聽袂到我人嘅即個立體嘅。感覺會聽到啲聲，成個到啲多邊正邊來走來走去哈。希望我這禮拜會時間聽我人這集會邊能學見吹萬山這個這集會邊能學見節目啦哈。到今幫人聽了。因為我要幫伊做一個 stereo 立體嘅聲呢，伊個 file 就較大淡薄，所以我就買satu kali 放個了安尼大嘅 file，互人 download，所以我就做20分鐘，所以應該有差唔多3出，安尼款攏特別多對來聽，差唔多20幾分鐘，感謝下個禮拜咱過來再見過咧，不過，特別放了是個繼續講幾句個先，當今互人聽。立體到啲萬山吹萬山，這集誒邊能學見？聽了我個接來甲人講幾句話。各位聽眾，我人當今到底幾條5條路？即係5條路。5條路咧，我是甲阿龍上自行車啦，咧為我到啲後尾位，我人當今要去落探食節目啦，我人要去食伊個燒肉。我有老師唔係食過哦。撞過你講好似即係人我講伊配隻咖喱嘅，咪得有個咯。要4點了。5點你唔是講3點開店嘅咩？3點開店係比較5點幾嘅。咁樣創。去到這5點我是假杜人。杜人呢？那是我看見。你會食就死了嘛？係咪嘅？我會啊，因為我死未會，咪見下等你啦，冇可能看會我個別曉來。就是咯，伊啊抄到個位死啊，對人嘅車，佢對架夾沙丁車啊。咁咪對娃娃啊！喂，呢啲後尾哦。對啊。哦。即係落畫面啦，就冇叫做你當係位啊都。即係佢做 Ghost Highway，不，即係人嘅名啊。係咪人嘅名都未記一個話解呢？即係人嘅名我未記死。對，廉壯耀。廉壯耀是人嘅小食薄條。小食薄條。特別是古嘅。古棒啦。當然是人嘅小食薄條嘛。林冠英哦，林冠英。定住超嘅是靠主管嘛？林冠英是 gerak， 唔是靠主管嘅是 gerakan。靠主管是 gerakan。即係DAP rocket。DAP rocket 嘅。我不知道有冇嘢啊，所以當時食吧，叉燒咧是，面燒吧咧是都好嘅啦。你應該有有別下面嘅嗰個上加。唔知咩爪啊咩事，得咯，咱去行佢行路就對啦。我真係5條路，死我不要去咯，因為我唔是講自己本地驚嘅，我是古早時廈門阿龍嘅咩？當今咧，我原在叫到啲廈門阿龍啦。OK，冇啦，唔識嘅做你係你叫到叫咩？葡萄阿龍個咩？你講到咩個？哦，福建話係個梅啫。
江梅阿龍，歌伴啊，而家打歌伴嗰啲啊，歌伴啊見等前仔，我冇正裝嘅嘛，我是雜冷嘅嘛，歌梅就使咧，人軍事聽就使咧。對，所以咧是阿龍 OK 嘅，阿龍。誒，我而家聽講伊本身都就唔記得哦。對，特別我是。誒，我聽講咖喱，唔是咖喱淋麵。有人講伊淋麵就好食誒。我聽到，咱食去食嘅了，咱食去行嘅了咯。嗯，行嘅了，咱咪食。看那個嘟嘟未來是，對對對對。嘟嘟啊，叫嘟嘟啊。呢邊冇唔知會叫伊係咩名啊？哦，都唔知㗎啦。因為特別咱叫人去隨意係，哦，但係佢super 頂嘟，唔是漢嘟。對漢嘟，漢嘟是嗰種半。點解我叫伊係咩啊 ？I have no idea。點解我叫伊係咩時候會叫我叫咩？或者特別即有可能唔一樣，特別比如我去 edit 那隻。如果上次去食，當今我是9個條咯，我都要按出去即個林松油嘅路，頂到叫一路東海位，會去吹半山環咗去。你對了往後尾了，往是前面錯前面。對了前面錯前面。所以我唔知咗去本啊，去到後邊就是無小吧，我就食嘟撚了。可以下載啊，你落去。Hello， 我能sesat jalan oh. Orang sesat jalan boleh okey. Tapi 我對咗我面鏡，對咗我agak 知嗰啲事啦。我特別出 because 要這隻話。對咗我鏡就對啦。Tapi 我當然落掉 email 語話我當落掉 email。你使我當落掉 email，咁你使用這裡當今晚落掉放到這裡來談價，咪使吹無嘛？不見去。我當你俾出嚟叫做隨步笑吧？嚇，隨步笑。我哋都係是個 recording 呀。嚇，對。你要尋開埋我係笑，都食笑啊。對啦。我係看錄音嘅，因為我不到要哦。我唔教啦，但係好。我阿家姐嗰度會對，我對想，我想我是，我唔知我是運位嚟㗎嘛？弟弟行到對頭媽咯。行到對頭媽係攞住多啲㗎。你對到我行就對啦。你有乜驚咯？驚面驚啦！我爸爸哥面驚，叫你對方嚟個賣的嘛？哎呦，了我驚有落氣啦呀！有啦，你有你驚，你寫字你寫咩？你講咧，你看，那唔知我係照你係咪有？照咩？照我講啊，3萬啦，等陣。你綁條 speakerphone 綁到你巴下去啦，綁到你lâm拍嘅。lâm拍嘅。Oh, wet market 是 street，OK， 是 street wet market，OK。OK， 當你 GPS 開出來去。直接行。嚇。是啦，係個頂嘅方向計謝了嗬。我講嘅方式計謝了。小姐，當時係使。我嚟講咗咧，對咯。哎呀，我啦。在經本講過，砧板灶卡本講過，bằng經本講過。OK， 我同你講啦，接落嚟是咪 turn right 啊 ？turn right， 正手邊，這邊。喂，彎正邊。誒冇啊，佢起個頭前個彎。真係你。你當咩嘅咧？係直接記嘅是你 destination 咯。冇記是我位。哦 ，where you are 啦。我開掉了。哦，伊開掉，伊爸爸哥。特別是佢要當時坐我去荷蘭。到了哈。你坐我去荷蘭嗰陣時。Arrive at destination, you're in Holland。我表講，你喺邊度 ？Amsterdam。喲，咱行啦嚇。行啦，對對我就對啦。對。I see 咪 see。咱過啊，淡薄佢對緊攞掉落，你咪玩正手啊。誒，不對，不對啦。交。Stay in the left lane 啊。對。Stay in the left lane，看到咱咪斷倒手啊。Okay， 手啊，right left。伊講唔對 left。Okay。你有聽到你爸爸講嘅聲啊？我係講會。你話是一定我面錄音咩？做人開電話錄音咩？唔要緊啊！我差唔多不用我 credit 了去，我佢先30塊。哇！
又可以啦，又可以，掉少。就靠佢了。呢個錄用嘅了，真係攞 icon 啦，先咪近 call。咪見到個 top up 啦。我都少特冇啲會記電話事，係 message 你 father mother 嘛。特別我頭整條燒，就渣整完嘅就燒鬼啦。即咁我整冇你需要加時間開條廚嘅，唔知就是 TC drive 數啊。加興嘅咯。差不多啦，掉啦，坐掉啦。直接行啩，直接行下，你對我行就掉啦。啲鏡啦，佢頭整特別真腰啊。對，你冇少少。腰啊！差唔多啊。差不多啦，開始個。即條啊，中亞第時。我個中亞，你冇就你幫我搞，你冇少少啦，你冇少少麥。係咪不記住啦？會。唔要緊啊，你差不多夠啦，明天。嗱，這條白曬啦，除咗條白車掉啊。除白車啊。就係這條白曬啦。即係看個白車。啊，小白別啦。嚇？你係講特別我得發哦。我唔制喎，除啦。咪招笨黑多啊！我就是叫你買白金，但係叫我仔都嚟個買，但係。那就是下個位置，加件呀，真正看個白嘢啊，這邊。我就未叫佢哋跳下，當你跳阿妹我跳還沒跳。你哋除白啊嚇。OK。你看到扮身，但係多招餅話扮身咯。扮身係點知係啊？就是你扮身，掉咯。正就是切掉落扮身啦。OK，等一下。拜。拜。拜。OK，我搞啦，都特別除北京啦，當劍。但係我睇到個小白掉個。嚇？我落地小白個掉個，整到一件大白鋼啊！春入切靠抗落淚。Nanking Road。哇！整只漸嘅隻咯。只出面啊！這個扮山是我只招過來。咱正是頭只係貴出邊咧學嘅乜嚟嗬？那是做一接咗，那做一個月一個那本是切掉咯。哇！有哦，即係是頭一嚟邊咧學嘅是出國邊落嘅，對邊呢？誒Shut up。正。哎呀，死人係米羅丁啊，執掉，因為粗嘅數。好蛇啊樣。真係係啦。我哋派白車都整散掉咯，應該黃威helicopter嚟的。我撲機架到落海嘅了。哎呦，都冇嘅整，你冇接住。死個 phone 掉咗啊 ！sorry。我冇特啲 phone 掉咗 sorry。哎呦 ，OK。你除完下，我除冇掉過。好。你再企小白魚蛋啦嚇。喂，我地曉啦。熱交笨身啦，喲。熱交笨身，我個拍電話咯。嚇？熱交笨身喺入面咯，熱笨身入面我個拍電話去到。頭真係點多白講。OK，我等下 call 你啦。OK，拜。OK，拜。少嗰隻字，邊啲我派白車啊先。那 public transport 做得唔好咯，無論係坐巴士嚟咯。點解放喺把隻鐳呢啊？入拉靠空切咁啊，入拉靠空落呢？我可能攞嘅時就換正就鐳咁嘅攞計隻鏈啊，所以是攞 family package 嘅陣咗。啊，真嘅？呀，未生。我唔敢。特別人嗰啲計假嚟咯，用其實係假嘅。假係真，但唔使用坦白。你知咩？唔知，我係車到啲後邊嘅thân，唔知係使白會啦，成間是別使。頭先邊啊？要正 DW，後邊啲頭先。真啲，巴士喎，巴士 station。小啦。我實I think illegally 你白線邊啊啦，我走就走。喲，我驚，真係車行近嘅咧。你近啦，就上班嘢啦。อันนี้我能看。他整，我以為我想攞絲襪。頭整嗰其實就會一樣炸掉咁樣，自己用。你管啊！喲，人扣呢車啊你。冇，你亞洲你管得叫俾白車啊，所以扣以前啊嘛。喲。冇啦，你係陰謀㗎啦，落㗎啦，我都可以聽到。
接咁係接啦，你笑啊，你幾好？你講啲咩出嚟？我唔要緊呢，我哋俾人白話嘛。有運氣好。其實當見咩？呢個天公。喲，我是頭一擺你學嘅呢嚟出嚟外景錄音，出外景我講啦。出外景㗎啦，出外景啊今日。你咁樣會就 please。出外景都係 back 特別掉啫。個我嗌聲啊，都聽到。哎呦！可能在見到，就是到啲，你佢嘅度聲唔？嗰個就我望望，我係望望我隔壁。康先係咪掉啦嚇？下邊。哦，少。呢邊想可你叫。錯落去。哇！我有驚，我就是個聽呢聲啦，各位聽眾，我咪做邊呢學嘅，我咪做錄音呢，我就俾嚟正做，等翻貴事那度講咧，邊那度講。雲山。搞雲山咧，喂，咁我協小英，你咁樣協小英嘅叫啊，唔要我嗰度錄音呢，協緊了小英啦，你講。差別嚇 ，OK， 哇，整個被柴米有一個被你見咗。我是按有當時啊，嗬，咱過來整啊，咱係說就真好嘅學緊話，你按啲人叫佢哋柴叫後面啊，樣柴個了嘅，後面虎本叫出啊。你睇下烘焙啫。這邊有賣我正邊啊，賣邊啊，賣十歲啲有蚵仔啊、木鰭啊、刀菜刀啊，點有賣本啊？點冇賣？點解贈 AA？花膠。我咪看有咧，有咧大冰波咁物件。冇啊！哦，而家係咧。冇啊！哦，這個都薄娃，這是薄娃拖誒。薄娃拖無邊嘅物件誒。呢隻卡蘭頭啊。出味，正嘅啦。這是你stainless steel 誒。拍鰻咪有咯。你學嘅咪切鰻咪有咯。睇到，學嘅咪切鰻其實嚟正邊嘅。即係大叫咩名人真係真係大呢？我嗰度拍廣告，我哋落個鹽。特別我未將正久了誒。落個幾年啊？50年咯。佢按照啲大得叫呢？因為我本身拜外口嘅嘛，拜過那邊，落尾鎖喺那邊啦，那邊馬路多少啲啊，嗰隻鎖喺這邊，我鎖喺那邊聽前年半年。好是啊，你按特別人嘅前路啊，叫你按照咩打？幫我打咯。幫我打就知啊啦，切掉落半身幫我打就知啊啦。我咩名啊？阿春魚啊，阿仔魚啊。叫咩啊？叫咩名啊？阿英。阿英啊？阿英。哦。阿英魚啦嚇。阿英子。阿英子啦，咪英子。係我啲笑人呀。我睇下阿英子。阿英子啊，感謝。這唔是路啦，這唔是。我知你講，這你名嗰度冇寫，這叫蝦是哦。即係幾多線路？好坑嘅線路。人家攞住你咧，正市。即係唔係咁去澳嘅咧？澳嘅呢邊長啲。你咧？這是粿咯，粿咯。這是木鰭。嘅脆湯。啊？脆湯。啊，脆物件。唔是脆烘湯，是脆頭毛啊！脆湯是脆物件。脆粿。你咧？這是人河魚嘅。河魚嘅。人知道海。一個真濟薄話啦。這裡頂到我媽有做啊，這裡是。這是人 steam 物件，脆物件。
係啲邊位啊？即係你叫咩？脆卡啊，脆卡咯。脆卡。了這是人做條啊，做燒嘅啊。我一當緊玻璃。我就有隻人用爪子嘅，即叫咩啊？這嘛是擺人做咗係咯。兩條面啊，就是講叫你後生叫你壓喺你後面夾過嚟。冇，這樣叫做咗嘛。做咗一地啦。你定當時話媽做嚟係舊嘢嘅。啊，呢個多地咧。多地。成啊，卡達波咧，卡達波。我就想真係。就卡達波。啊，卡達波對，卡達波呢棟下對棟一地硬一地啦，喂媽，你嗰架阿英尖嘅。英尖就應該都拍廣告。落地英就想跳，就落嚟啊！哎笑。哇，生果地啊！冇生。生鍵盤。你鍵盤一隻。這個是做咩啊？阿英尖這做咩？這是人入來啊。哦，我想跟啲事啊。啊，主要個烏盤啊。誒，請問另外一隻幾點夠？佢放你下，你邊話對佢即係話係啊。唔係，你把係習慣咗啊。你叫我落等。誒，都，你電話等。哦，我等。誒，都。Hello，教一輩，教了我拍車了就係完成了。啊，好 ，OK。你到你接來嘅時候，你看你幫我打，我當獨江嗰邊，幫我打嚟。啊？拿獨江你幫我打，你按嚟。我拿獨江嘅會啊？嚇。好。嚇 ，OK 嚟。啊，七時怪咧？試過多啊，試過多。白冷刀咧？我冇俾，我唔加擺嘅。哦，我唔加擺。誒，刀就嚟咗佢就，真係，跟住誒，即叫假啦。誒，都夠一貼，都 iPhone 4時候。我 iPhone 4啦。OK，你夠一貼你幾毛錢啫？幾毛錢？阿妹幾毛錢？正式嘅幾毛啊？正式嘅幾毛錢嘅招啊？幾毛阿妹是 plastic 嘅。啊，幾毛咯，即係是看正式幾毛嘅。幾毛錢就招啊，同幾毛就。幾毛就招咯。啊 ，plastic 嘅就啦。啊，是咯。誒，go，即係增益嘅咧，電巴。誒，你食個得一種嚇，一種電巴用嘅。增物件，我食個即個好腍，增益是最低嘅較好腍。又增嘅啦。協上。一隻九棍你唔係啦，你小啊，背記嘅，即係。一種嘅電巴。有一個幾毛錢？裝幾毛錢？時間冇錢。喂，時毛錢嘅老嘢。佢呢度唔夾用，你走去得咯，我唔使北就得咯喎。我當邊有菜單啊，冇喎。個係咪咪揀人看？啊，這個咧，別這個金爪。啊，這正大叫做咩咧？安怎別係咪咪揀？這個是別係咪咪揀？鮮料，陽光料。那是路人唔知係咪叫做鮮料呢？下個禮拜佢就定掉特別對嚟邊咧，學嘅你節目嚟收聽我人夾一集邊咧學嘅你節目。我特別接落去幫我到底7條內班山落掉即個錄音，我能夠 get 攞禮拜個 get 攞嚟個，所以我特別對要緊特別對嚟聽。嗱，即錄音咧就是立體啦，就是 3D 唔是 3D stereo 呀 ，stereo 所以特別聽嚟講，你是第一有效嚟聽。我能邊咧學嘅節目就是到底 stereo 嘅時呢，是第一好是清掉落嘅 headphones 到底攞邊耳壓機下入去，唔知是唔是叫耳壓機啊？耳壓機會落掉攞邊聽，佢會聽到我哋 stereo 嘅聲。嗱，禮拜咧，我特別要緊到對嚟聽課，我能接去講，蝦米是鮮料，我能去捍衛即個7條落萬山誒無上人誒即個打。然後咯，禮拜就特別到對嚟咧，佢接落去聽，我能食即個小白，佢是接落嚟禮拜嘅夾，禮拜佢特別到對嚟聽我邊嚟學嘅節目。當今咧就聽個當今
這邊成啦嚇，下個禮拜咱個再見啦嚇，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